来乡亲啊，关心风台，嘛爱来关心到国内外的大小项代。来看这个新竹的地检署侦办到台湾的弊案，甲涉嫌收钱、泄密的警官甲公务员，以及乌西的主嫌甲共犯，拢总17个人提起着公诉。啊，检察官阁特别建请着法官，甲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的秘书宋瑞典来判重刑。2000块现金蹲到敢若山，这个一关就是1000万，现场所查扣现金有1亿7千万。现金拢藏伫特别罪案柜仔内，检调搬几啊摆才搬完。这是新竹电动警啊弊案2年外来不法的锁定。喜好茶文化艺术的人做一个交流的会所。无爱从囝人老师，毋是帮派，嘛毋是做官的，也毋过有4间大型的豪华会所，熟悉警界高层。他做出来的话，大概有1.6公吨，如果流到市面的部分，那对这个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是影响非常大。长期伫新竹服务的警官宋瑞典，毋若有意入股，逐个月拢有公关费用打点督察甲行政科外加劳务费1178万，也毋过这费用敢若拢伊退去。已经退休的前所长彭武贤是负责2个分局的侦查队甲派出所1188万。入股还阁有新竹市议会秘书因太太伫市会散发处，由于落实联合客载行程，或者主嫌无顾虑，6间电动警啊，1个月赚4000几万，不法的得利超过12亿。就是有那个体验说豪华汽车去接客人呐，来的哈有退休的将军啦，退休的教授啦，反正你想象不到都有来玩啦。然后最大间的里面还可以吃 buffet 啦。历史当年真轰动的周仁心案件的翻版，检调加调查都用3年时间，即马依照贪污、跋筊、漏税秘密等等的罪嫌，对17个人提起公诉，建请法官对主嫌判重刑。宋瑞典被认定有多亡串口径的顾虑，继续受压，同时嘛和市警局记2大个免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